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高雄市的刑警大队来判一件庆毒案。这个员警公判大楼的时阵，唔那查到大量的毒品，甚至来敲到滚牙机的手枪，其中有一支是看起来甲智慧型手机真相共的改造的手枪。歹道讲，这是伊伫个网络顶要佚佗枪家己来改造的。讲这种真罕见的手机式的手枪，美国一间枪械的制造商进前有出产过，因为便宜佮好粘体，引起着欧洲国家的担心，就惊会将做恐怖分子的武器。No, I'm not at the gun store. I'm at the library. 看起来真正常，敢若咧讲电话，啊，毋过后一秒。手机变枪机，攻击性阁真强。这款手机型的枪机，敢讲嘛已经流入来台湾啊。落甲内底这个白色的物件，顶悬有3粒镜头，看起来敢若是手机其实伊是改造的枪机。高雄县大2号破一件庆毒案，那查到真侪毒品，甚至阁有1支手机型的枪机。具有完整的打击机构及可打击敌火之装针。扣第一下扳机的时候，是由上方的枪管击发。在扣第2次扳机的时候，就是下方的枪管击发。两名嫌犯互依照违反庆跑道械管制条例，阁有毒品罪移送地检。规定当中，甲警方讲，一支手机型的枪机是为网络顶悬买价枪，才阁进行改造。严哥早在2017年，美国军火商 Ideal Conceal 就捌大量生产过这种手机型的枪机，采用双庆功的设计，会用的炸2粒枪支，价值敢若395块的美金，差不多是新台币12000外块，都还未就市定的数量，就已经超过1万支。严哥就是因为俗又个方便杀，互欧洲国内国家烦恼讲，可能会变成是恐怖分子的武器。如今伫台湾看到这么相共的手机型枪机，看起来敢若是普通的手机严格煞会当治人的性命。警方会继续来追查，是不是阁有其他改造枪机？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